从前按照我是纪丽玲，欢迎大家准时到9点半的明路风来收看客家千新闻的直播。今天呢是礼拜日，筹备韩国今天也礼拜2日，乡亲朋友唔知有去哪片老了么？系讲有出去老了啊，实在这个提醒大家，要保持社交距离。韩国呢，按平常生活度方就要接洗手，保持清好的一种防疫的习惯。韩国呢，下个礼拜等等就是5日连续假期嘅。对下个礼拜5起时，等等就有3日好了。乡亲朋友唔知有乜嘅安排么？按今边呢，看报纸时间就对中国时报来看，你看鸦片呢，头版头条当稿就太杂，韩国呢要按太杂麻杂嘅事哦，提醒大家，接下来5日连续假期，早地讲起咧连假嘅大挑战。因为讲，因为呢，从一个端木干脆，一个韩系当日就有标出一个新的确诊案例。虽然讲，台湾已经19日都冇一种嘅本土案例嘅，不过鸦片就下定咯，端木干脆一下确诊韩系有继续近来经公布出来，故说呢，社区传播强怕韩系会有一种嘅风险。比如讲呢，一下有动到一种确诊，第二条呢，前面却系发现讲，其实系无针头嘅情形。故说无针头，佢啲韩盲确诊嘅时节，就冇办法地讲，系唔系有可能会车本人。不过同一时节呢，就淘汰假唔到啲嘅时节。强怕就会本一种无针头嘅确诊，车到位，也就系一般讲嘅社区传播风险。故说呢，鸦片就系提醒大家，一个指挥中心筹备咩在嗰度提醒讲，5日连续假期，接下来大家防疫，总唔得害太。韩国另外呢，行政院长苏贞昌筹备嘅韩系表示讲，针对一个5日连续假期，接下来会继续就本地安全嘅来调，并冇任何嘅调整。按进一步来看。下部鸦片呢，就提醒讲大家哦，系讲呢，大家要注意到乜嘅？所以讲要生活调度，大家要分散开来，比如讲呢，唔好行到太减，还是做得正常嘅来过生活。因为鸦片哦，就讲，并了大家还是做得出去诺贝。去搞了去游览，是爱平均分散做的嘞。游览分散呢，就游览安全。鸦片系提醒大家讲，防疫期间虽然提醒讲大家唔好集中起来，造成一种群体感染嘅风险提高。不过大家还是做得保持正常嘅生活，还是有限嘅时间做得出去老了。因为有人就讲啊，当久都冇出去咧，血滴不卡当中，实在心就会知道讲，当紧张，还个接下来更怕身行为受到影响，故说了还是做得要保持分散距离，还个社交距离，安尼呢做得嘞。鸦片呢就有专家王立明，佢系感染科嘅医生，佢就提醒讲大家哦，防疫还个呢一偏拖，唔会像人强样啊，为了因为一种偏拖还有防疫，做唔得派太。故作佢提醒，台湾同其他一下国际上有千多嘅国家，新型冠状病毒嘅一种肺炎呢，并冇太流行，并冇太流行。不过因为疫情核实有下控制下来，社区度方有当嘅认识，并冇空气。故作规日来讲，一个疫情嘅时间，更怕会同其他国家来比。还卡帮重，故说呢系提醒大家讲，大家要注意，大家分散开来，为了做得，还呢就系要注意一个社交距离，还讲呢就系多做地位物嘅，比如讲生活度方要接洗手，保持一种清好嘅习惯，注意好身体还个心肝调度一种正常嘅平衡，安尼是做得咧。比如讲呢，筹备呢就有当人去到台中新沙一条素材，开始去老了去摘果子，因为呢去咪当久哦，出去行了诶，本次家放松一下，安尼会较好。咪带乡亲朋友来去新沙看佢条去做乜嘅。高原度方一粒一粒嘅土嘅掉到树面方，常有有位嘅一味嚟上聽，看起來異常顏色，上位更加爭下來，咬耳嘴鼻。累了嘅嘢，啲人嚟度方弄上弄下，用數按難得嘅田野好攻擊同爭狗子嘅氣味。我第一次來，網絡上面看到了，所以過來看看。感覺怎樣？還不錯啊。算一種新的體驗。本來是種蒜頭，因為蒜頭都冇用外賣，所以我改做紅衣，
个甜桃。台中市新沙期有2.7公顷的观光公园，当年新年生活的意思就有人下来也长头的。公园主任本来老都认真一切，来了解人会较少，没想到今年调到变多的。所以说你们就是。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，在家里真是闷坏了，百货公司也不能去。听到在新社的这个地区呢，有一个可以采桃子的地方，就马上带家人冲了过来。竟然是遇到了武汉肺炎，当然管都不加管太久了吼。伊看到俺的粉丝页，有时在开始来摘桃时阵，像差别开始到当然比往年安尼多来的可能3-4倍的人。公园主任讲，1月份的作品狮子岛土位感受产量太过上升，韩国部分企业一起影响到农产品的价值同销量。本来老多今年的树叶就大片高天天，结果销路变到还较好。本期也对还较有信心，会继续对待观光采购自己方向去做。下个新闻的新闻推送报道。也下总台湾呢，看年到也下动到购置都睇出来，民众呢就赶也个礼拜2日协助购置，要本切家讨防疫安紧中的期间，做嚟放松一下。我们乡亲朋友，也下啲看直播嘅时节，系用电脑，也系用一种手机来看呢。系讲像也咧用手机来看，乡亲朋友唔知你有下载一种 app， 按做1968冇。1968呢，也係一個指揮中心，就有提醒講，一個係一種 app， 佢做的呢來看到一下全台灣的高速公路一種路況的功能。因此，我來看到嘅係蘋果日報，因為呢，以第八度講到5日連假期間，為了愛防民間有群起亞種嘅情形呢，佢一下指揮中心就發布為全台灣有175隻市景嘅素材，也就係將國內有名嘅景點，也是嘅亞種，提醒大家講，也175隻素材，係講呢，也下人潮太多嘅亞種監控嘅內容，就會同講認識。其提醒大家總得繼續落去嘅，也就係大棚也嘅鴉片有寫到，佢講1968一種 app 嘅功能，鄉親朋友是愛同佢用手機嘅下載落來呢，就隨時看得到，從鴉片一種全台灣，佢會本做無共用嘅項目，比如講強制鴉片，代表講鴉片嘅路況當順時，韓國人也黃色減嘅這裡，就代表講有的位當giảm嘅情形了，接下來還會有紅色嘅，就代表講人潮當減，一種嘅用項目。1968嘅 app 功能，愛俾民眾來參考講，將國內有當到嘅素材，係講人太giảm嘅，然後看到一個數據嘅呢，就啲接下來行係咪愛繼續落去？故數也係為到5日連假，接下來會有新嘅一種人流管控嘅一種新嘅內容。看到一種蘋果日報當個為新聞時事策劃，你看。陳時中佢拿定一個指揮嘅防疫嘅觀念韓國呢做一個人潮管制，從一個警察嚟用嘅，因為呢也係指揮官在個提醒大家，雖然講認識台灣嘅一個疫情有效控制下來嘅，唔過大家還係愛清潔心，比如講呢社交距離以外，韓國呢愛戴遮掩咩？輕鬆一位係愛做人潮管制，人潮從亞視嘅有賣景點有175隻素材以外呢，大家還係愛注意哦。從停車嘅車流管制，大家咪愛請注意。另外，按政府來看，蘋果日報鴉片下半呢，主要針對一下呢國家政府呢對一條當道素材，比如講亞視嘅，韓國呢有名景點一條入閘，提醒大家講，大家要注意，因為要做一個人流管制，強怕大家要搶下同一個艱困的時期捱過去。不過鴉片有滿到一個花蓮動態門亞視嘅入閘呢，佢一條就講上禮拜清明連假期間，指揮中心國家有發布一個災防簡訊，一般講嘅社保簡訊，結果一提醒一發出來，大家人潮一下就散呢。故作佢喺度演示講，接下來又愛針對5日連休假期來做出當道嘅警示，強怕佢喺度要做冇勝利嘅。另外呢，有鴉片有訪問到其他，佢喺度講呢，希望政府唔好有太多嘅管制，民眾就做得自由同亞視嘅消費。
不过呢，没有一般的民众哦，佢就讲王亚斯的王家的事件，佢就认为讲3块人他都会蔬菜出去留了，为他安心。表示讲看到亚条像提倡嘅建设，佢就出地杀下来，那条蔬菜做得起，那条蔬菜因为人当食咩？唔好去，故所也係蘋果日報去針對一種giải放嘅建設提倡嘅功能，希望呢無強用嘅觀點。接下來呢，其實有動到，比如講一個土種沒有天氣，15年嚟同花總會開發大呢，從一下就有判嘅動到嘅相關法通。唔過呢，咪係提倡大家講唔好起種，做嚟用明路嘅方式，冇就用線上看直播、看花開動用嘅情形。不過當天一紮限係講，受到一個疫情嘅影響，食材年下小價動到。天生的風景先發數高，還會為主為利潤的，但苗栗客家泰然後背，約為60年歷史嘅乃家白公下，來見白公，祈求通發節平安順遂，無患疫染疫情早啲結束。利潤的講，今年通發節受到疫情嘅衝擊，影響到民眾嘅生活，所以還會為天子也係暫後提醒慶典法通，改做推廣通發葡萄，鼓勵鄉親去山那度行行啊！喺下咧疫情當中咧，嗬，因為他個人嘅生活啦。受到輕度嘅影響啦，故所以我哋嘅通化節啊，我哋也鼓勵所有嘅我哋嘅朋友客家鄉親啊，有閒出來到我哋通化普陀通化公園喺個通化嘅那個客家莊嚟行了啦。新個特年通化節為客莊帶來前度看法嘅人，今年受到疫情嘅影響，看法嘅人稍睇會熱辦變啊。香港沙期提醒法同天盤又係暫後，朝天3年要望嘅橋山線公共產業，都講我捱唔下去咧。因為它只針對商圈，我們這裡是文化，故所冇法度嘅呢省腔嘅呢紓困，因為下邊咩要搶很多年啊，冇紓困還就真經營不下去啊。4成到5成減到一半以上了，所以大家這邊的店家都哇哇叫啊。下會講種種紓困計劃係各部會同轉提出來嘅計劃，下會未會控台實體了協議通路平台合作，聽用民眾利便要加嘅傳統化，老賣東西自行，盡量減少疫情帶來嘅衝擊。客家新聞用語錄苗栗報道。也係按客家莊鴉片嘅情形咯，係講呢鄉親朋友做啲人免看啊，係講有一條警示嘅內容，鄉親你看到數幾嘅時節，第二鴉片有當人，還會繼續希望，繼續嚟看到聯合報鴉片咯，就從也頭版頭條也按太種講嘅相片呢，就係也嘅種花嘅富山洋鴉片，競爭法開到當獎，看過去都係難忘嘅。唔過呢，就開始看到鴉片人又開始排列排到長長嘅，大家搶去揭山，冇超散步行掉嘅。唔過呢，係講呢，5年連續假期期間，你就做嚟看下種數據嘅警示功能，佢同人講人當到嘅，鄉親朋友做嚟參考下嘅，行愛繼續希望。按同鏡頭曬到聯合報下播鴉片咯。所以呢，指揮中心就公布嘅一個因也嘅居家隔離，韓國檢疫也嘅先前嘅一種規定呢，接下來又到變用。一邊用嚟講，就因為亞邦嘅有千多嘅民眾呢，都到愛居家隔離，無受檢疫嘅期間。唔過呢，冇看見當中嘅位青年，才都到為一種普遍動力可以情形，無受高升呢。實受到一個居家檢疫隔離嘅規定，冇辦法去送家到親密一場，無像呢，冇辦法同一個親戚朋友也好朋友啲攀高撇式嘅時節、攻擊嘅時節去影響。接下來呢，指揮中心籌備就有表示講，針對2點前就做得同一個居家檢疫隔離嘅規定留給並用下。看到居家隔離檢疫者做得妥。嚴條件下，就去攞杯去送錢人，冇就去探病。合乎條件的人，就做得同衛生單位提出申請，還個自家出錢去採檢。前面一個結果係講係陰性，2年內就做得出去攞杯。唔過有時間呢，大家會看到也100做得1點鐘聽，也係指揮中心籌備針對居家檢疫隔離嘅規定。有下並用到位，所以希望講，因為雖然講防疫愛做好來，
唔过呢，还系有啲嘅人情嘅考虑。今年我哋看到嘅係自由時報。自由時報一篇草編呢，就係講嘅，有嘅要增加盤石金蛋糕有一粒亞變糕，實際上佢要睇到嘅，嗰種現時全期感染係來到嘅盤石金蛋糕嘅全期係31啲。按重點看到自由時報東歐一篇，一下國際上又係美國韓國中國呢度 WHO 大家嘅指引送來送去，韓國接下來要乜嘅任務，大家要上朝比報嘅。因為呢，美國韓國中國方面雙方針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角色，大家相當講安樣嘅。因看到鴉片，美國方面呢還係請堅持，講 WHO 為亞洲組織的處理亞派嘅武漢肺炎逼出來，頭下馬家下嘅作為呢，自然家條完全都冇做到事件警告嘅指引，故所希望亞嘅 WHO 愛嚟負責。唔過另外一方面，中國呢係堅持冇愛去討論有關調查 WHO 嘅提案，故所有兩大國家，美國中國現時又係上朝比賽。進一步嘅情形呢，咪提醒鄉親朋友，做嚟隨時聽聽客家新新聞。韓國客家新聞呢，咪有會有一個專題報道來同大家講，詳細一下兩個國家韓國國際上時區嘅情形。近邊嘅看報紙時間就大部分進行到鴉片呢。下晝2點，指揮中心愛開記者會，客家新新聞，每位圖也嘅一開始韓國清明嘅時節來做重點整理，提醒鄉親朋友聽得下來關心，再會。客家新新聞，客家 live，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，我係陳彥祖，我係許麗婷。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。下晝2點愛開記者會。隨時同樣路空來關心疫情的情形發展。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、網站、Facebook 和 Telegram，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。